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云林的口湖乡有一间幼稚园，特别来设立着烘焙教室，老师甲志工妈妈带着小朋友做胖、做饼、做点心，除了互囡仔的骹手四肢更加协调，嘛互囡仔学着食物的知识。先放什么？先放什么？老师真有耐心，甲幼稚园的囡仔来做饼。 无偌久，就做出一盘胖公公的手工饼。烤出来的饼干。那做饼干要什么材料呢？奶油。鸡蛋。甜粉。你知道饼干怎么做吗？知道。怎么做？用搅拌，烤箱烤一烤。你有没有吃过你烤的饼干？有。好吃吗？好吃。 透过囡仔的回答，会使看出囡仔真正介意这个活动。口湖这间幼稚园长期拢会举办真丰富的活动，让囡仔来参加。那我们希望说，孩子在学烘焙的这个时候呢，他可以了解更多，然后可以给自己更有自信。要体验搅拌啊，然后揉啊，增压模，然后烤箱会比较危险，所以会由我们大人放进去。 最后再让小朋友品尝。透过烘焙课的课程，除了会使让囡仔学习更较侪有关食物的知识，嘛会使培养家己的自信。